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2，申命记8章19节安尼讲：将来你若袂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，趁别的上帝服侍伊、敬拜伊，我今仔日严严警戒恁，恁的确袂无。三个来祈祷，警戒阮无趁别的上帝服侍伊来灭无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真至善的圣洁上帝，你是信实公义的全能天父，主啊！伫患难的日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照顾所有倚靠你的人，主啊！你是无快快生气的上帝，不过你有大气力，你会照公义来行，你一定袂甲有罪的判作无罪。主啊，因为独独知影敬畏你的，通得到福气。主啊，伫末后的日，你要伫审判台顶来审判阮。主啊，将来阮若袂记得你，阮的上帝，去趁别的上帝来服侍伊、敬拜伊，你今仔日就严严警戒阮，阮的确袂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